颁给大家奖金鼓励。也恭喜我们每个痕迹这么年老一点啊！首先上台的是我们的监事啊，谢疫情，谢谢监事呢代表的领奖啊。好，再一次的热情掌声啊！也请我们的监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啊。谢谢，再次的恭喜我们每个人机会到我们江浙的肯定哦。好，那么接着同样请处长为我们来颁发我们第3个佳作的奖项。好，我们佳作呢是取3名哦。好，那这一次3位得奖的是欧全甲时光的记忆。恭喜时光的记忆。影片善于捕捉人物表情、动作与特写，带出老苏社区因为人文记录的活。影片整体充满视觉和听觉的美感，摄影功能优秀杰出。我们看字幕也是经过特别的设计，剪辑节奏感强烈，是一部赏心悦目的作品。好，请处长呢为我们来颁发我们的得奖的奖牌。